骗子，骗子，骗到真的头上来了！说什么调走伤口的兵是为了出奇制胜，闹了半天是为了报私仇。要不是神差鬼使，张黑果早已经跑出卡拉山口另立汉国了。冒功名赏，欺世盗名，这还去迎他30里，和朕同车同驾，简直是令人作呕！你们早干什么去了？为什么知情不报？皇上，奴才人微言轻，那就是同流合污！来呀，拉出去，给我打！走，走，去传旨内务府，用粗绳子把克勒额给我绑来。这不，把他给我吊在神武门的旗杆子上。这，皇上，什么事？你们先下去吧。皇上，干什么？你想给他求情吗？臣是想给皇上保存些脸面呐。你说什么？皇上，克勒额的帅位是您钦点的，这个楷模是您亲自竖的，得胜还朝4个字也是您亲许的，传旨6部，拟议封爵是您明发的旨意，交迎30里，同车同驾，更是众目睽睽。如今京城正大庆3日，鞭炮之声未歇，如果在这个时候克勒额却被吊在旗杆子上，天下将会如何议论？朝廷的威严何在？皇上的圣明何在？退一万步说，不管是不是阴错阳差，张黑果毕竟是抓到了，这一仗总算是打赢了，其余的暂时可以不计。是要我忍吗？比起处置一个克勒额，朝廷的脸面更重要。况且像克勒额这样的人，也不是就他一个，只能在日后小心了。情势所在，也只能将错就错了。将错就错，将错就错。功不可没呀！如何是好啊？是啊，如何是好？就是这次是大喜事。皇上驾到！臣等恭请圣安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皇上有旨，克勒听宣。奴才克勒叩见皇上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西北大捷，随边靖难，扬万里之威，生擒匪首，午门献囚，显天罡之正。此时为国家盛事，社稷盛事，朕心喜焉。西宁将军克勒额不负天心，恪尽职守，堪称楷模，特准恩进3等功。钦此。奴才万死难报啊！朕很高兴，打了胜仗嘛。这样的胜仗，应该还要多打一些才好。克勒额这样的人，
这样的人才。但愿能多一些才好。尔等要记住，凡有功于社稷的，朕绝不会吝惜恩典。恭临圣训。皇上，御膳房请旨，那羊腿是不是现在就上给克勒呀？赏，让他吃，再赏他个马桶。上马桶？哎，皇上，怎么吃的就让他怎么拉出来。皇上，李卫来了没有？李卫，刚才在那儿呢。让他过来。这。大别难说啊！副中堂，李大人，告辞。今天圣上气色不大好啊。还好，是不是出什么差错了？那2个侍卫，哪2个侍卫啊？李大人，皇上叫你呢。哦，哎，哪2个侍卫啊？就是跟你一起去西北的那2个侍卫。出什么事了？哎，我说，他们昨天见了皇上。哎，快点吧，主子现在一脑门子的火呢。走，快点！李大人，快！李卫，听说你也立了大功，怎么，把佛骨给朕迎回来了？你说在你肚子里是吗？你不是说你要把屎拉进紫禁城里面吗？好嘛，你们都是功臣，都是天大的功臣，伺候起主子来，一个比一个精到。朕本来想赏你一个马桶，现在看来真的是太委屈你了。这么大的功劳，一个马桶太小气了。朕说了，对有功之臣，朕绝不会吝惜恩典的。这样吧，朕就赏你一座塔。宝应寺里的佛牙塔已经重新盖过了，现在已经竣工了。佛牙不是在你肚子里吗？也不用拉出来了，那比放在一个什么盒子里更保险些。朕就见朕肉身一用。来呀，这！把咱们的李大护法送到宝应寺的塔里去。如来佛祖让孙猴子在塔里压了500年，朕不敢比肩佛祖，给你减一点，压你490年。490年，不算长，真不算长。出来以后，我儿子就成齐天大圣了。老太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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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太太。我说大和尚，那可是牢门。3界之外，无所谓牢门。我这个人呢，一肚子荤下水，离你那个3界之外还差好几十里地呢。其实真正的牢房要不要门，是无所谓的。这没有门的牢叫什么？
那就是所谓心魔。天下第一大的牢房，就是人的心魔。无心魔的人，有门关不住；有心魔的人，无门也是牢啊。哎，这句话有点意思。可是老百姓也有一句话，说的是“好人不长寿，恶少活千年，杀人放火吃饱饭”。哎，远的不说，那个克勒阿现在可能就在那儿吃着肉，喝着酒呢。俗法有界，佛法无边呐。哎呀，说句你不爱听的话，这善男信女成千上万的，那都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的。如果真有一本佛法拿起来就能用，哎，还烧香干什么？佛法也许是有的，可那玩意儿谁见过啊？老衲修为不足，我说不过你李大人。我自小要饭出身，摸爬滚打，精皮无赖，我什么都干过。可是我就知道，每一口饭都是我自己挣来的。可是人的聪明总是有限的。哎呀，李大人，恭喜恭喜呀！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！给你爵位，真是天大的喜事！好，哎呀，谢谢，哎呦，谢谢，啊，同喜！哎呀，来，快坐，太上来了，哎，坐，来，天大喜事！是，哎呀，好，同喜啊！客君们讲两句吧。的喜事啊！这酒是我特地从西北带回来的，真正的陈年老窖。为了抓张黑果，摆屎尿阵，白糟蹋了几十坛呐。好在我的酒窖大，多少还剩了些，我就一股脑的全带回来，转为庆功之用。今天咱们一醉方休。好，一醉方休！来呀，满酒！来，拿上！哎呀，没酒啊！祝贺客君们金殿封爵！来！祝贺客君们金殿封爵！同喜！来，我先干了！哎呀！来，好酒，来，满上！客君们，喂，哎呀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啊？你们那些什么折子呀、奏本啊，我看一点作用也没有。你不是想除掉克勒阿吗？我去。喂，哎呀，姑奶奶，我求求你别这样好不好？我们有事好商量吗？怎么？天网恢恢，神明在上嘛。以前我信，现在我一点也不信。我看还是用刀更痛快。喂，哎，知道吗？克勒阿府里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不知道，就知道正在满城的找郎中呢。哎呀，你赶紧去看一下吧。哦。哎，你们闻见没有？这哪来的这么大的臭味啊？哎，大夫，你得想想办法呀！喂，请问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啊？那位克老爷喝的酒里有一股奇怪的泻药，我没见过，太厉害了。罪过！我刚才险些辱骂了佛祖，谁敢说没有神灵？什么？黄泻不止？说是一种奇怪的藏药，厉害的很呢。咱们这儿找不着解药，说是已经不行了。那就怪不得朕了，是你无福消受。主子，这报应未免来得也太快了点吧？会不会是？什么？会不会是西北那边又有什么人追过来了？上次不就听说那边追来过吗？要是真像两个侍卫说的，克勒阿在那边屠城杀寨的，不知道结了多少仇了。西北那边的人性子都野，这弄不好啊。
你再说一遍。奴才多嘴。这几句嘴多得好。招呼军机处明天叫起。这什么？克勒死了？听说是喝了从西北带回来的酒，里面有邪药。啊，这我知道，那是给张黑果喝的。说是弄混了。人真的死了？他家里的人呢，已经来请过法事了。下边不会再有什么麻烦了吧？这个我不知道。也许你说的对，这人的聪明啊是有限的。啊，去念经去吧啊。好。老夫人，您找我啊？来啦，坐下吧。哦。啊，刚才金珠姑娘找过我，她说我的小卫卫对她家有恩，她发过一个什么誓，我也没明白，反正，说是要嫁给小卫。我这人啊，有时候不着调，可是这心里头不糊涂啊。我那个孙子啊，出息不大，日后你要是真的跟了他，会受委屈的。这点我清楚，我知道你也清楚啊。不过好在你们还没有白纸黑字的定下来嘛。您要说什么？我是说，这金珠想要他，不如就让给他算了。西北那边的人厉害，有人管着他也不错。哎，咱们家老爷让皇上押进了塔，别说490年，就是49年。树倒猢狲散呢，这个家也就不像个家样了。你是个大户人家的闺女，德行恭容的样样不缺。就像小薇她娘岳思莹姑娘那样，只是落难而已。日后呢，不愁嫁个好人家。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我就认你一个干孙女，该怎么疼你还怎么疼你啊！您知道克勒额已经死了吗？知道。这和我说的没关系。有关系。你老人家不是信佛吗？很多事情人管不了的时候，还有佛祖管着呢。这话我爱听。我跟小卫卫的事情，也是佛祖管着的。真的？不骗您。你说什么？我刚才已经跟你奶奶提过了。提什么？你奶奶说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就可以把你接走，到我们那儿去成亲。成亲？你不愿意吗？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哼，他在这儿，我当然也要在这儿了。你们两个不会是？我们就是啊。啊，对了，当时情势所迫，所以我不能告诉你真相。你是女的？而且在你之前，我已经跟他定了亲。怎么啦？你不说要对我负责的吗？你看，他点头了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快告诉他呀！你怎么这么迟钝啊？是在我之前吗？那好，既然这样，他就应该是你的。我们那里的人，从来不会从别人手里抢夺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金珠，猪你个头啊！克勒额的死提醒了我一件事情，他在那边滥用兵权，
几次围攻平民部落。知道的是他个人所为，不知道的以为那是朝廷的动作。皇上虑的是，当初张黑国起事，就是因为和当地的州官争夺一个女人。虽然经过改土归流，也设了一些卫所，可说到底，那只是形式。那些部落的人长期以来追水草而居，自成一体。只要上头一句话，当地的居民信仰虔诚，本来就是中土的儒家教化所不及的地方。克勒阿抢夺佛牙，更是犯了大忌，弄不好……这正是朕所忧虑的。一旦揭竿而起，必是措手不及。尽快委派新的西宁将军吧。那个地方地广人稀，即便是10万兵马撒在那里，也不过是星星点点。自圣祖朝起，就曾有不少人上过条城，动议续修长城，从嘉峪关起，向西向南延伸过去，以抵外患。我大清如今倒是有此财力。续修长城，那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真要是因克勒阿而起，弄不好就是明天的事。修什么也来不及呀。修长城来不及，那就抓紧时间增派兵员吧。战火方息，难道又要再动干戈？圣人用兵，乃不得已为之。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？臣总想，大禹治水，在疏不在堵。大禹治水，那是有神灵相助的。启禀皇上，理藩院来报说他们那儿来了一位大喇嘛。荒唐！来个喇嘛也值得一报。从西北来的，说是带来了前藏班禅6世活佛的口信儿。班禅活佛，爹啊，海菊答应嫁给我了。你给人家下药了？哪儿的话，我这是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放屁！你以为你长得好看？那是海菊姑娘的一份心意，要和你共患难呢。不，怎么说也是件好事啊，是吧？哦，老天爷也有不开眼的时候啊。才不呢，这才叫举头三尺有神灵。你别跟我说你不高兴啊。是啊，你孝顺，你老子在塔里当肉身和尚。你说你要娶媳妇儿，还问我高不高兴？我才不管你呢，反正我现在觉得很开心，我已经能够触摸到我幸福的未来。哎呀，大和尚，你笑死人了！我跟你说呀，我这里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。哦，呵呵，你也要娶媳妇儿了？世上非男即女，娶媳妇儿的事儿不过是寻常事，可是班禅活佛却只有一个。班禅活佛，佛法无边，可超72重天以上。二位施主啊，若老僧料得不错，看来要有大吉祥啦。起来吧，赐座。谢皇上。老衲云登扎伦寺住持，此次进京是受班禅活佛的法命。大师有何见教？皇上亲命的大护法李卫李大人，这次西行不辱君命，感冒风险，个人不计安危，护佑佛骨，护佑了阿基部落72寨教众，此时为大德也。贫僧为此专程去了塔尔寺，面谒了班禅活佛。活佛怎么讲？活佛说，李卫乃持节之士，所作所为都代表了朝廷的意愿，由此可以看出当今圣上护教护法的愿力与心计。那当然，那当然。
自圣祖朝起，朝廷便开明圣心，视西北教众为亲生子民，对两藏活佛有礼有加，且广修天下寺庙，无论中土西域、显宗、密宗、红教、黄教，一视平等。圣祖仁皇帝还于热河山庄修建了内外8庙，早已深得人心。此次圣上又专遣礼卫护法，西行青海，保全佛骨，庇护生灵，此非圣明君王所不能为呀。朕嘛，不过是追随列祖列宗，做些应该做的事情而已，不足挂齿。班禅活佛命我此来，除了表达谢忱之外，还要我在皇上面前表达一个心愿。请讲。如今大清臻于盛世，皇上有如此的弘法护法，班禅活佛有意趁此盛世光景，东行入关，北上金华。什么？班禅活佛有东行之意？正是如此。活佛说，这也是他久续的心愿。一则要遍览大清风物之盛，二则要与中土高僧参圣教义。更主要的是想瞻仰圣上的风采，恭临圣训。班禅活佛的美意实在是出朕意表，不知圣上可否成全？若班禅活佛真能东行北上，朕必会重修8庙，而且会期往热河迎候，还要坛前设席，亲临活佛讲经说法。阿弥陀佛。这礼卫听旨。念吧。哎，我说李大人，我这可是宣旨呢，你怎么着也得下跪吧？我肚里有佛牙，不敢乱动。好，您随便，那我就宣旨了。上谕，礼卫西行护法，体会圣义于不义之中，略有建树，差可周全。虽行事荒唐，有戏弄君前不敬之嫌，但大节尚可，功过相当。朕念你一把年纪，且家有老母需侍奉，特此开恩，将490年之期更为49个时辰，以示优渥。钦此。钦此。哎，我说李大人，怎么着，连下边领旨谢恩的话都不想说啦？说了。哼。好，说了，您随便吧。来啊，摆上。哎，李大人，这都是内廷赏赐的，特地找功德林的厨子做的全素斋，您看看。这一样一样的，弄得跟巧座似的，啊！哎，把桶带了没有？什么？这固圣丸的药劲儿可能要过了，这么多东西吃下去，你就不怕我一泡屎把佛牙给拉出去？行，随便。就连那班禅活佛都替您说话了，没人能拿你整着了。如今呢，您的面子是天字第1号，外加金刚不坏身。您呐，爱拉哪儿哪儿不？天哪！您还在这研究这颗破槽牙呢？你说这牙到底是谁的呢？管它是谁的，快扔了吧，脏不脏啊？去，把它扔到房上去。干什么？哎呀，
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啊？这掉下来的牙扔到房上去，就能很快长出新牙来。快去！哎呀，人家说的那是小孩儿，这七老八十的破槽牙了，怎么长新的呀？我这么跟你说，你还是这么跟我说吧。你看我那儿子是个大活宝材料，还愣把那半成活佛给招来了。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信，这七老八十长新牙算什么啊？老太太，有喜事！听见没有？八成有人长牙了。老太太有喜事！谁长牙了？啊？哦，是太后。什么太后？老太太，太后要召见呢。见谁呀？还有谁呀？当然是您了。见我？哎呀，快扔了吧，真恶心！快扔了吧。老僧陪你四处走走，算是给你送行了。啊，大和尚怎么知道我要走啊？天机，天机呀！啊，我说大和尚，您修炼的是什么？老衲所宗的是禅宗净土，也算是禅净双修吧。怎么，李大人有礼佛之意啊？这禅什么的、净什么的，我是不懂。可是我觉得是该信点什么了。这是由何而起？啊，这以前嘛，我是万事不求人，一直以来就凭着自己的3拳2脚啊，不管是在街上还是在官场上，多少还是够用的。可是越到现在，我就越觉得，我这头顶上啊，还有一个比我更高的什么东西似的。哎，有辙的时候啊，还未见得好；没辙的时候啊，就能掉下一个大金娃娃。哎，就连我那儿子都总是念叨，他说“举头3尺有神灵”啊。您说这老佛爷，没准儿真的就时不时的来他个神通广大。李大人，你来看，这是什么？这不过是一座金粉泥胎。善男信女跑到这里来烧香拜佛，他们为的是什么呀？那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是茫茫世界，怕天道无常，不知道进是福还是退是福。磕头磕得最响的，往往是心里最美的一担。佛法既是常法，世上的众多教派，无论是禅宗、净土、宪宗、密宗、回教、道教，亦或是西洋来的景教，告诉人们的，无非也都是一个人间的常法，无非是善良、宽容、无畏、执着，如此等等，是耳熟能详的。合于此道，见性成佛，佛祖自在；悖于此道，则是众叛亲离，恶鬼神差。李大人，刚才你所说的“举头3尺有神灵”，就是这个。光对着这座金粉泥胎烧香叩头，是没有什么用处的。您这些话说得好，我回去啊得给我娘好好学舌学舌。哦，哈哈，不瞒您说呀，我娘把我家买肉的钱呢，全都拿着来烧香了。老爷啊，大师，老太太让我来帮她到处上炷香，还要逢庙就布施一些银子。您看见没有？府上又有什么好事吗？太后召见，咱家老太太要进宫见老佛爷了。哎，我琢磨着，这太后总比皇上好说话。老爷，您有什么难办的事儿，
不如让咱家老太太递个话，肯定好使啊。用不着，我想什么，我娘她都知道。您不知道，摊上我这么一儿子，真是太让人操心了。一样一样，只要我们还有口气，这样的心总是要操的。瞧您说的，您那儿子每一句话那都是国家大计。我那儿子啊，不动地方还行，只要眼珠子一转呀，准是斜的歪的。可是他这点斜的歪的，还愣是把前藏的活佛都惊动了。哎呀，我也得跟着受罪啊！您可不知道，那父子俩弄一颗假牙糊弄我，让我呀愣是冲着一个虫吃牙磕了2个月的响头。哎，对了，听说李卫弄了3味药骗过了克勒阿，说是什么固肾丸还是泻肾丸的，那到底是什么呀？什么丸呢？他跟我说了，那是他随手在地上捡起的2个羊屎蛋呢。多亏皇上随你心肠软，要是换我非把他扣到那佛牙塔里500年，不许出来。人家是功臣了，请您替我谢谢您的皇上儿子。好，我知道。李卫为官清贫，你们的家境还比不上一个中等门户。你看，还缺什么？跟我说，顿顿都有肉，还要什么呀？有什么要我去跟他的皇上老子通融的，我能帮的，一定会帮。要这么说，也就只有一件事。讲，就是请准我儿子辞官。老爷吩咐的。干嘛？这可不是逛场店儿，这是回老家。那么远的路，骑驴？哼，不懂了吧？这官儿一旦辞踏实了，就不用着急了。再说了，反正家里那几亩地今年也是耽误了，慢慢悠悠的走呗。这明天一大早啊，我和老爷先上路领头走，你们在后边爱干什么干什么。哎，不是，明天不是要叫大起吗？老爷不进宫啦？你没事吧？官儿都辞了，还往那地方跑干什么？哎，对了，要不要过来我给你也刷刷？你吃错药了，讨厌！哎，石榴乖，宝哥，我给你刷刷。哎呦，真够臭的。有人拟议，要朕续修长城，从嘉峪关向西向南。朕当时还真的曾经为之一动，如今看来甚是可笑。诸公都是饱读经史的，不妨想想，自秦始皇修筑长城以来，这长城除了以其壮观让人叹为观止以外，何曾挡住过什么人呢？然而长城还是有的，且不止万里。那是什么？那就是国势强盛，那就是万众同德。那就是天下民心。哎，刘宝，刘宝，老爷，上驴吧。哎，就是他。是啊，老爷，您瞧这驴多体面啊。班禅活佛意欲东行。朕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第一个念头就是，这才是一座长城，一座连接千里万里的长城。尔等要知道，凭那砖砖瓦瓦是守不住疆域版图的。只有人心齐整，共图国事，才是永保安康之道。班禅东行之举，朕是费了心思的。一方面与西宁将军拟定追剿叛匪计策，
一方面派遣朝廷护法行走西北各站，一方面以雷霆的手段铲除叛逆，显示天威；一方面护民护教，达其诚信，这才有了今日的大好格局。天子圣者。谁叫我？李卫，李卫，李卫。你在叫我啊？你会说话？你以为就你能说会道？有意思。开眼吧。哎，你会唱曲吗？哼，那当然了。没听说过骑驴看唱本吗？那你会唱什么曲儿啊？你想听什么？我哪知道你们驴会唱什么曲儿啊？这么办，我给你唱一出新编历史剧，怎么样？什么曲名啊？李卫辞官。这个3级叫的你不舒服是不是？朕给你个西征大将军怎么样？要么放你个东阁大学士，你干得了吗？什么3级5级的，老子不干了，行不行？那你这官就真的不当了。让那个李卫顺天府也不用干，马上开缺回籍，同回老家种地去。把李卫叫来。不是说此人不堪大用吗？李卫，你可以回去。我递了2次辞官折子了。哎，这回去的意思是不是皇上批准我辞官归故里了？辞，让他辞，回家种地去。这么多年都身不由己啊，现在好了，官总算辞了。用600里加急速解李卫进京听审。朕，你就不想问问朕近来是否安好？皇上近来是否安好？皇上的气色看来不错。你，现在偷提案已经了了，臣的案子也已经了了，请皇上准着离京的日子，臣接着回家养老。是，不急嘛，朕已经决定。这次大狱就交给你来处理。你知道欺君是什么罪过吗？你别以为你是我华满一手用出来的，立誓3成，有那么一点狗屁功劳，朕就舍不得杀你。皇上，臣有时候是爱耍点小聪明，可是臣从来没有把皇上往坏的地方引呢。这老天爷可以作证啊！是不是叫臣把那钱再要回来？亏你也想得出，再想想。你想想。皇上，你不是要臣去当唐僧吧？李卫就是李卫，果然慧根不浅。我的妈呀！朕现在封你为大护法，准你带罢修行。人心换人心，8两换半斤呢。这手心手背都是他娘身上的肉啊！不对，下个呸的！我这辞官比当官还难呐！哎，老爷，你小心点，别摔着你。我刚才睡着了。您睡着了也得坐稳啊。我刚才做了个梦，梦见这驴呀，它会说话。他会说人话。说什么？他还说他会唱戏呢。他会唱戏。